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你感谢你，手势遮尔好的天气，虽讲真热，总是阮感谢。而且阮拢过寒的日子较济，感谢你赏赐即个互阮的恩典。阮即个时阵要参加来对尸体反看伊的模样，啊来反省阮的信仰。阮恳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帮助阮。祈祷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即个日的头一个礼拜日是圣神降临节，你会记啊？我第二礼拜有讲圣神降临的代志啊，顶礼拜是 Father's Day， 所以我让一个。即礼拜我要讲甲圣神有哪有关系啊？吼，我大概吼，今仔日咱是第六章开始吼，我较真会搁倒转来讲第六章。我大概甲咱小可复习一下，对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吼，到咱今仔日读即个圣经吼。即中间发生偌济代志，吼，偌济代志。第二章吼，圣神降临，啊，咱拢知影即个故事啊。彼得讲道，啊，一边讲道3000人悔改，信耶稣的人加添足济，啊，真欢喜啦，总是真无闲啦，一定的嘛，吼，3000个，啊，因吼啊，路加第二章的上尾遐种因吼。大家有面讲加用，吼，大家有面拢讲加用，啊吼，拢伫所在敬拜收圣餐，真好真水。第三章，彼得甲约翰两个要去圣殿祈祷，看到一个软脚的，伊甲因医好，啊，即个软脚甲因入去教会，伫遐唱歌学老上帝，互遐真侪人奇怪。彼得甲约翰用迄个用迄个机会传道理，讲耶稣的故事。当然，遐政治甲宗教的当局的人无欢喜，甲因禁。啊，迄日，迄个彼得甲约翰互人请去啉咖啡，甲因带去问，你甲伊讲啥？啊，叫因袂使讲。圣经讲，因为天暗，悄悄毋免转去，甲伊关到监狱内底，真好啦吼。讲叫伊毋免转去，留喺遮大了。隔日，你去看第4章，甲因审判，叫因袂使讲哪煞的人耶稣，因讲阮袂当无听上帝的话，无听恁的话是应该无听上帝的话，真勇敢。这吼。初代教会真大的鼓励，毋过吼，到第4章的尾啊吼，路加就开始讲，因物件拢讲加用，有真侪人去卖因的财产，将迄个钱摕来教会，啊，互遐送用人通啊用。啊吼，又摕着巴拿巴，特别一个巴拿巴去卖苍蝇，这我想恁拢捌听着故事吼，啊，真好！咱俄罗巴拿巴真慷慨，甲遐所有啥都有面讲加用，真水啦。总是第5章开始吼，都有写一个故事，讲有一对夫妇阿拿尼亚甲撒利拉，因嘛去卖财产，卖了摕一部分的钱来互彼得。彼得甲问讲：你敢干那遮尔？伊讲嘿，干那遮尔。彼得讲你骗圣神。讲迄阿拿尼亚入落去现死啦，啊，因某过来的时想讲人会较学了，阁无，啊嘛是入落，啊，其实为着这项代志死2个人，大家拢惊着，讲迄大家拢惊着啦吼。我若牧师若现今用即步，恁大家拢惊死，毋敢来教会。遮个代志发生，啊吼，迄个咱今仔日读的第6章的第1节吼。教会起问题，啊，伊有讲哦，讲吼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，对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 complain， 为着安怎？为着物资分袂平，有代志安尼吼。我甲你讲，物命讲加用吼，迄是真水的物件啦。总是我甲你讲，人拢有一项物件做贪心，逐个拢共款。我甲他讲安尼着，恁若去
店买物件吼，看一项物件咧往色吼，若无买吼，敢若叫人偏去吼，就买较济咧，我摕倒来吼。因为对往色吼，你爱配的物件，你都会想要摕较济啊吼。佮讲提供拢毋免钱的吼，逐个一定加摕咧遐摕，啊开始问题就出来啊。啊，我咧讲教会吼，佫一项问题，人若济，代志就济啦。真好，3000人信主，我咧讲3000人偌济代志，恁知影无？咱安尼几十个啊教会，咱就安尼舞甲面仔真顺顺啊吼。迄3000个呢，你甲想，所以迄个时阵，遮个使徒因做一个真聪明的决定。因知影，阮毋是咧开救济机构，阮袂使干那用即个时间，干那伫遮咧管遮个物件，咧分互病，互因啊，逐个拢会欢喜才会使。因的要紧是要祈祷，甲要传福音，所以因讲哦，到遮来啊，咱爱设一个7个人来管遮个代志，阮要专心来传道理。这是真对的决定，啊，这也是教会执事的制度的开始，执事的制度对遮开始。但因选7个人吼，7个吼，我爱选一个圣经，7个人吼，头一个因就讲司提反，我想路加。知影伊要写司提反的代志，所以伊大声伊就讲司提反。吼，伊伫司提反吼，伊讲见7个人吼，因的资格是啥？因的资格是都爱吼因的资格是爱第3站吼，第3站讲因讲是咧我创毋着个。第3节讲吼，伊个资格就爱吼，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阁有智慧的人来管理遮个代志。有影要做遮个代志啦，毋是凊人啊，都爱有名声、受圣神，啊做代志爱公平，啊阁有智慧做代志，这是真要紧的代志。但因大家拢赞成。所以因选7个人，伊7个人名咱拄后头我无要考虑。中间头一个就是讲着司提反，因为司提反伫这3篇经内底真特别。伊我连稿都看毋着，张你看会害袂？怎啊较老啊？因吼，伊司提反。伫第5节关系司提反，伊特别讲司提反。司提反除了遮个人的迄个 qualification 以外吼，路加讲吼，司提反有充满信心，甲是一个充满信心，甲圣神的人，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，讲司提反是即款人哦。除了除了拄啊，我讲第3节迄个资格以外，伊比别人更较有资格。吼，咱看司提反吼，对第6节开始咧讲司提反的代志，伊显然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。较顶仔我会讲到伊的讲道吼，伊真正是足有能力的人。伊的思想一定拢安尼，伊的想法逐项拢真有条理的人。较顶仔我会提到这，伊受圣神充满，伊毋若做执事咧分物件，分物件已经真无用啊。毋过伊还阁找时间去传道理，所以伫第6节到第10节吼，咱看会出来伊即个人吼，伊甲其他迄6个人共同的迄个文字以外，伊用时间去传道理，伫会堂甲人辩论，谈论耶稣的道理。因为
这吼为着安尼吼，有人甲伊告啦，有人甲伊告，遐甲伊告的人吼，遐甲伊告的人讲，遐人吼为着要害苏提反，因去叫一群人来讲吼，恁讲伊有讲这个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像咱今仔日所讲的吼，迄个假新闻哦，用假新闻要抹黑一个人，这对古早就有啦。即群人叫一群人来抹黑苏提反，啊，佫将伊掠去交互议会分审判。啊，因咧攻击苏提反。伊要审判的时，佫叫一个假证人来讲苏提反讲安怎拄讲安怎，对苏提反讲的话，安尼断章取义来甲伊讲，讲伊吼诽谤摩西，谤毒上帝，这是真大的宗教上的迄落。因耶稣嘛是互人告这个代志的，耶稣嘛是互人告这个代志。啊，佫讲吼，伊吼伊讲要改变摩西的律法，啊，讲伊咧传迄个耶稣吼，有讲3日要将即间圣殿拆起来，啊，1日要甲拆即间圣殿，3日要搁起起来。耶稣有讲即句话，伫约翰第2章啊，耶稣有讲即句话。毋过耶稣是咧讲伊的身躯要3日后要搁活的代志。当然，因无咧管这，因就摕来用这，啊，讲你所传迄个耶稣嘛安尼讲。所以恁是要破坏，我伫遮要小可停一下吼。咱来看因所甲伊告的这个代志吼。头前我要讲的吼，是即个戏出吼，我拄仔讲的，对古早就有啊啦。对古早，你若要做教会做一个领袖，你要做服侍人，一定有人会无满意啊。苏提反，伫传道理，你若无爱听，你莫听啊。总是这个人，无爱听，感觉这个人袂使互伊活咧。人就是有迄款邪恶伫心内，啊，因吼想办法讲白贼，嘛要甲你抹黑。这咱真正来看到的代志。这个人吼，因告迄个苏提反，讲伊吼，伊诽谤摩西，亵渎上帝。这个人一定是有信仰的人，一定是信上帝的人，因才会安尼嘛。所以吼，我对下面的时就定定想一个问题吼：耶稣互人定十字架吼，毋是互迄个毋捌上帝的人定的。甲定十字架啊，拢想讲应该上帝上活，都是甲上帝上活，所以阮同意袂掉。世间有即个人，因为我吼有找我有创一个包括拜托你创出来吼，即敬虔啦，还是天神吼？我英语即是 religious 吼，台湾话足歹翻的。咱的圣经内底拢翻做敬虔还是天神，总是吼 religious 即字吼。有时啊，会互人恶用去啦。我为着要说明较简单，我讲创个宗教狂热出来 ，religious fanatic。我伫遮要比较，咱有信仰，咱的信仰，你真虔诚，真 religious， 真好。总是你的信仰，若叫你着爱去害别人，为着要维护你的信仰。你着爱去违反、去侵犯别人的事，迄毋是天神，迄毋是敬虔，迄是宗教的攻击。你已经信甲中国话讲走火入魔，你已经信甲吼，甲我无共款的拢袂使，迄就会出来。历史上真侪即个代志。1980年代。爱尔兰天主教啊、新教的信徒拍啊，我会记得迄阵吼，
我伫 Time Magazine 读到一句话，伫讲爱尔兰的代志。伊讲吼，伫爱尔兰有足侪天主教徒，嘛有足侪迄个新教，有 Catholics， 嘛真侪 Protestants， 新教的信徒。Very few Christians， 真少基督徒。即句话真正是真真的。信吼，那信甲就互你为着你的信仰去甲人相去陷害人，用无影的话去告人，互人要害人，迄个信仰本身有问题啦。迄是宗教的攻击。这个人哦，这个人啊，宗教的攻击哦，有一个特色，因所底要紧的物件哦，这个人迄个司提反啥？伊诽谤摩西，伊否定阮所信的，啊，佮亵渎上帝，啊，要拆毁阮的圣殿。因为你有感觉即个信仰所底要紧的是建筑物甲法规即个物件。咱的教会吼，咱若看人比这物件较要紧的时候，咱爱真细致啦，迄毋是天性啊。无人会当讲我去杀人是为着上帝，上帝袂叫你为着伊去杀人，绝对袂。我常常在想我当时讲，我真怀讲，咱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宗教。因为宗教有真可能会要宗教权力。啊，你会问我讲啊，无你要讲迄是啥？我是讲哦，咱的基督教的信仰应该是我学耶稣所做我的生活的形态，我学耶稣所做出来迄个生活的形态。这我想着要说明这吼。我甲恁讲，阮两人困袂去，真正。我尾也是安尼来解说，望恁袂搁啊，望恁听有啦吼。我咧讲，我要用上简单吼，敬虔甲宗教讲这伫倒位无共款。我有经2节圣经，对雅各书第1章第26节到27节。雅各讲哦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。是伫欺骗家己，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。搁落去讲，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白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。因为我想这上会当解说我拄仔咧讲的。一个人讲伊真敬虔，无约束伊的喙舌，啊，四界用话乌白讲，啊，陷害人。有啊，有影讲，无影讲，迄毋是敬虔啦。过来照顾善良人，保守家己，无互世俗的腐败染着，这才是敬虔。因为司提反即款人哦，真不幸去拄着即阵人啦。啊，因吼，应该审判，应该审判。看起来伊互人掠去，总是上帝无放杀伊。伫迄个第15节吼，第15节，伊徛伫遐人面头前受审判的时。路加讲，迄时坐伫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，看到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貌。伊徛伫遐受难去，人该讲无影的话该讲叫，伊的面亲像天使，上帝甲伊伫地。但第7章的第1节，大祭司问司提反讲：事实是安尼是无？要互伊讲，你讲。过去吼，对第20节到第50节吼，
是尸体犯的迄个功德啦。我歹势叫恁做伙读啦吼，所以我甲恁讲，尸体犯安怎讲？尸体犯吼，无为着伊家己面吼，一开始吼真有条理，条理足清楚。你转去若有时间去读第7章，你去读伊的讲道，伊对阿伯来汉开始讲，你讲上帝，你敬拜上帝的所在。因为阿伯来汉离开伊的家乡了啊，拢无所在敬拜上帝。上帝甲伊要敬拜上帝，就伊去一座坛，啊，就去敬拜上帝啊。哦，最开始是上帝毋免一间厝。伊直直讲，伊讲到出埃及的时，摩西上帝叫伊起一间会幕，有小可有一间厝会现出来。毋过因要刷位的是迄个会幕嘛，无刷，所以厝迄间厝毋是拢总伫啊。伊一直讲到上尾啊，伊讲到所罗门头一间起的圣殿，讲即间是上帝的圣殿，是所罗门迄间圣殿。伊讲，就是到迄个时阵，才有上帝的所在。总是吼，伫迄个第7章，迄个司提反讲这个理论讲了，伊第48节，伊讲一句足有信仰的话。伊甲遮个人讲吼，其实至高的上帝，并无住伫人手所起的厝。伊讲对阿伯来讲开始，过来1000年无一个上帝的厝，大家拢安尼咧敬拜。你会记得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时，耶稣甲讲，敬拜的所在袂要紧，上帝是神，敬拜的人就用神言真心来敬拜，咁是安尼。耶稣嘛是安尼讲，啊，司提反，我拄仔讲伊是伊头壳真清楚啦，我真正会学落去呢。伊讲遐久了，来甲伊讲，上帝袂去互人起的厝，袂当限制上帝。伊过去吼，伊引用迄个以赛亚第63章，我写伫倒？伊引用吼，以赛亚过落去迄句第49节，伊讲吼，主讲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垫，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歇的所在？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问的一句话。上帝家己讲，恁要甲我起什么厝？司提反讲遮尔济，是咧印伊讲，恁讲我要拆毁上帝的圣殿。伊讲拆毁的是一个建筑物啊，惊啦，无人会当拆毁上帝啦。上帝伫倒位，倒是会使敬拜。这是真深的，伊一定想过，毋知想偌久，这是神学的问题呢。对上帝逐所在拢会当敬拜。伊主要是要安尼讲，过落去对51节到53节咯，伊开始骂人啊。对第20到第50节吼，伊讲甲伊甲这对伊甲审判人，伊甲伊讲吼，咱的祖先，伊拢用咱。对51节开始吼，伊拢讲恁。伊头一个讲，恁哪会遮尔固执吼？恁哪会遮尔固执？恁哪会遮尔固执吼？这是吼，伫讲遮伊的祖先固执吼。迄是上帝咧骂以色列百姓的话，迄是对迄个出埃及第33章第30到第5节，上帝讲，恁遮百姓足顽固的啦。英语的圣经哦，翻做吼 ，You are stiff-necked, stubborn。stiff-necked 就是啥 ？stiff-necked 就是吼，你暗时啊，若困了无好势吼，暗仔困拽着吼。
人大概对我后壁信的啦，我就爱安尼才会使啊，安尼，迄就是 stiff neck 啦，袂顶袂动啊。我咧牧会的时候，若看到迄个开中会也是开大会，一日间摕我规出来讲的，我就讲这是 stiff neck Presbyterian， 这个长老教会牧师吼，迄头壳足定的，迄伊吼咧骂人拢用圣经，你知无？真正是足厉害。啊，伊讲伊恁固执吼，啊心硬，这嘛是上帝骂因的话，吼。啊，伊讲伊心肝耳孔毋听。心肝硬耳孔毋听即句话吼，即句话其实迄是对《申命记》第10章16节出来。上帝甲以色列百姓讲吼，恁的心甲恁的目睭都爱受割礼。你知影古早的人因受割礼是足大的代志，甲咱同款啦。上帝若因今仔日的话要甲咱讲吼，恁的心甲恁的目睭都爱受洗礼啦，迄个意思啦。伊讲吼。恁的耳孔、恁的心硬，耳孔毋听，这嘛是对圣经出来，对生命经出来，吼。啊，搁落去吼，伊讲啊，恁甲恁的祖先相像，不时反抗现行，这是以赛亚第63章第10节，以赛亚伫讲上帝讲以色列百姓安尼，拢伊拢摕上帝伫骂以色列人的百姓的话。来骂这个心肝这个人，啊，伊拢用恁，我无恁，吼，啊吼，过来伊讲，倒一个先知无受恁的祖先迫害？你甲看以色列历史，有影，先知拢受迫害。有言迄个公义的罗卜来临，遐个人拢互恁杀死。遐个得讲弥赛亚得要来，遐个得讲耶稣得要来，遐个先知嘛拢互恁杀死啦，吼！啊，过来咧，当恁正做出卖，搁杀死迄位罗卜的人，伊得讲恁甲耶稣定是虚假。迄个有言讲要来，迄个罗卜的有言的人，恁甲杀死；迄个有言的人来啊，恁搁甲杀死。这是真后面人搁骂甲足高度啊！你讲呐吼，敢毋是？吼，上尾啊吼，伊讲恁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因个迄个司提反讲，因是要破坏律法。司提反搁则甲因讲，破坏律法的毋是我，是恁的。恁对天使接受论，恁拢无遵守啦。恁是拍人话救人，做贼话了贼的人。啊，搁落去吼，因讲因对司提反大家切齿，免讲嘛，大家切齿。我读遮，我咧准备这个时，我读这些，啊，这司提反真正是咧讨皮尔。剩死的因才敢安尼讲，伊真正安尼讲，共款，迄个应该。拖出去，啊，因吼，因该拖出去用石头来钉，啊，伫即个，伊互人拖出去吼，去钉，用石头钉，因伫遐共个切齿要甲伊钉子个，啊伊司提反讲。伊看到天开，看到耶稣坐伫上帝正面，哦，这人搁较受气，这人搁较受气，你乱来你，哦啊，因大声话，做伙甲拖出去，伫外口用石头要甲钉，要甲钉的时候，司提反安怎？司提反天伊祈祷，伊头一句话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接纳我的灵魂。即句话，耶稣伫十字架顶嘛安尼祈祷人去。我顶礼拜才讲的，伊伫遐讲爸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，就是即句啦。司提反连要死嘛学耶稣，啊，因用石头来钉，
了后咧，伊要断开以前，伊祈祷讲主啊，毋通将即个罪归互因。耶稣伫十字架顶头一句的祈祷就是安尼代志。你看即个司提反，伊学耶稣学到安尼，连死嘛学耶稣，应该顶着头，司提反死。我要用短短的时间来讲，即司提反的死会影响到什么程度？影响到什么程度？第58节，第7章的58节，路加放一个迄落，要哪讲啊？有一个安尼写文章买笔是无？叫做买笔是无？买笔伫遐吼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遐人要甲司提反钉十字架了嘛吼，啊，逐个像即个遮热嘛吼，逐个衫脱起来，得甲顾衫迄个做一个少年做扫罗，迄个扫罗遐人你知无？迄个扫罗就后摆变保罗迄个啦，伊伫遐看，你会当想象保罗有可能伊有听司提反的讲道做讲听，伊嘛看迄，啊，伊甲人顾衫，第8章的第1节吼，第8章第1节，我读第8章几节就好。伊讲哦，杀死司提反的代志，扫罗嘛赞成。这是路加讲啊，伊伫遐吼看司提反即个代志对头看到尾，讲较白一点话，就是讲伊感觉司提反死好啦，3好加1好4好啦，吼。司提反，你应该死。保罗迄个时阵是嘛是不加宗教攻击，敢是？甲这安尼款，伊感觉这样无毋对。总是上迄日，伊过落去讲上迄日哦，耶路撒冷因为司提反死，逐个拢惊离开耶路撒冷，真侪人走去撒玛利亚。我毋知影路加写即个是毋是？有，超工安尼写也是真正是安尼。你会记得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8节，耶稣要上天以前，甲学生讲：恁要得到能力，恁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甲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恁细汉捌念即句经过。耶稣要上天的时候，讲对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路加而且讲为着司提反的死，遐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，去撒玛利亚，伊毋是去撒玛利亚度假的，因去遐吼，伫遐。嘛是传道理，将耶稣的福音对耶路撒冷传去撒玛利亚。对遐个人来看，对很迫害的人来看，用即个高压的手段是要甲你自由死，总是无拍算，为着安尼福音所传过较快。司提反。我想死的是，毋是真济回。伊的背景咱拢毋知，圣经敢若才提着伊尔。啊，咱伊旧约捌遐尼济，伊一定对细汉就是犹太教中间大汉。伊信耶稣了后，伊有学习耶稣的代志。伊要死的前啊，祈祷，迄是拄耶稣的祈祷。伊真短的时间，咱捌伊是对即个代志才捌的，啊，佫是捌伊安怎死的代志，总是伊的影响真大咧。我拄仔讲的吼，迄个耶稣伫迄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讲，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迄个新约的圣经讲要传到天边海角，因为。若讲福音要传到天边海角吼，咱拢会去想着遐人，咱想着保罗，
就是这个数量呢，就是这个数量。我毋敢讲保罗会改变，当然保罗的改变是上帝做的啦。总是我敢讲，保罗对伊特别伊悔改了后，对司提反这项代志，伊一定感觉足艰苦心的。迄个时阵的我，哪会遮残忍？迄个时阵的我，无同情伊。你想伊敢袂安尼想？司提反对保罗一定有影响，因为我直接要互咱看。即礼拜我咧讲到除了顶礼拜以外，咱拢讲圣神的代志，这是圣神的做工的，这是圣神的做工。圣神真好说明啦。我伫准备这个讲道时，小丽甲我讲，你真罕你讲圣神的讲道，老实讲，我真袂晓讲，因为真歹讲。我第一礼拜有讲，耶稣讲圣神真像风。咱看袂着，总是圣神的工，咱看会着。司提反是一个例，保罗是一个例，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对司提反学习，伊为着你的福音欢喜放下性命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无需要安尼做，总是阮恳求你，互阮会做虔诚的基督徒，毋通变做一个宗教的攻击者，互阮会将你的疼分予别人，互阮亲像雅各的家事，约束阮的嘴舌，约束阮的行为。非常地，阮感谢你手术遮尔宝贵，也恳求你，互阮学保罗，伊的悔改是你的圣神做工，阮也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做工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